党的立委王宏维今仔日来压料，讲民进党的前党主席杜英泰有一个信赖金融的内群组，内底大约有50个成员，其中有不少是公股银行的管理人员。王宏维指控着杜英泰利用公股银行替赖清德来助选。杜英泰马上发声明来澄清，讲这是恶意乌白指控，讲这个群组内底完全拢无金融机构的高阶首长。伊讲成立这个群组的目的，是为了要甲基层的金融人员来交流心声。这是公股银行之一合作金库旗下的投信，和国民党立委王宏维压出一段录音档。或者带动一个气氛，或是带动利用那种赖啊或者群组去带动风向。这段录音是合库投信董事长林碧如和大学生的对话，唔若讲出爱学生斗3工伫群组带方向，搁爱加有一寡亲联票。王宏维搁公布一个群组信赖金融，成员内底有调峰的董事、合库第一银行的经理，搁有合库行政处的处长等等，啊，搁有2位赖清德全国总督杜英泰的特助。之前我有踢爆他个人的还有我家人的人身安全，所以在这边我要表示就是非自杀的不自杀声明。这些信赖金融的这个群组里面，他们主要的就是来帮赖清德做补选。针对指控，第一银行表示，从来唔捌替总统候选人辅选。王宏维所讲的拢唔是事实，调峰合库拢无愿意做回应。若杜英泰是发声明，表示这拢是抹乌白指控。信赖金融是结合全台各地金融业者，而且支持赖清德的基层人员。成员内底无任何金融机构的高层，群组的目的是支持赖清德竞选2024总统，而且提供基层人员的心声，绝对无募款、资金甚至是网军的问题。选战剩无几天，哪里的炮火嘛愈来愈多啊！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